除了这新闻嘛是感动人的消息，有一个阿嬷带孙啊，讲要为台中坐火车到邦桥，啊，本来无直达的位爱徛2点外钟，因为负责汇票这个站务人员呢，真甘心替找位，总共呢拍7张车票给因，除了有一段爱徛15分钟以外，其他时间拢有伊通坐。代志过了后，因厝内人将这个过程铺上网络，后面这民众感觉讲，这个站务人员真正是有够赞。站务员开要5分钟，才总算拍出7张火车票。买票的民众真骄傲，因为明明是阿嬷带孙买2张台中到邦桥的火车票，是安怎就开这么侪时间，搁这么侪张？其实站务员真用心，因为当时已经无位，毋过为着避免80几岁阿嬷爱带孙徛2点外钟，站务员真拍拼替因找位。详细看7张票当中，紧脑票有5张，自台中出发坐到丰原，搁换位坐到苗栗，搁换一摆坐到德南，徛15分钟到承德了，就会使一路坐到邦桥。另外2张囡仔的票虽然承德了才有位，毋过头前和阿嬷小客一个，最后2个人会做回到位。这样不错啊，他可以做到这样子，其实这样是很麻烦的，帮他们顾虑那么多，觉得这个举动很好。而且7张票是同一个车厢，座位46、41、47、34和36，拢安排伫前后，互2个人换位的时阵，唔免行伤远。一个老人家要带小朋友，又不方便换车厢，所以他花了一些时间集中在同一个车厢做处理。站务主任讲，一般换位只要10秒、20秒。毋过，迄天这位站务员开要5分钟才画出7张票，互原本爱徛2点外钟的80外岁阿嬷和孙仔，只要徛15分钟。这么温暖的举动，实在真值得所有人来学习。